定爱食的就是鸡卵啦。啊，咱下面要怎判断这个鸡卵吼是有青啊无青？我甲吼这卵蛋在水底一沉落，请问安尼是有青啊无青？卵沉落是有青还是无青？诶，卵沉落是有青还是无青？蛋在水底。青有青，有够青才会沉落。对，有车较大声。有青才加大声。对。哦，所以答案是有青。对，对。噔噔噔噔。哇，好啦，对啦，再解释一下。唔对，咱小朋友讲的吼，沉落就是有青，是安怎的？因为吼，咱这个鸡卵啊，伊白白这个所在吼，内底有空气，啊吼，咱拢会讲这叫做卵龟，啊这卵龟吼，伊若无青的时阵，伊就会吼变大，啊吼，伊个重量个会变轻，所以吼，咱就会用这吼判断咱的鸡卵是有青啊无青。